来继续来看这个宜兰推出着双体芳仔船的活动，通过坐这个芳仔船去游说宜兰所有的秘密景点。乘风破浪，吹海风，才是宜兰的所有。想要耍水，们来使坐芳船，欣赏海上的风景，过使安尼耍。穿救生衣甲防寒衣，直接跳入去海中畅水味。宜兰推出有所有秘境活动，尤其使体验过船啊海上风吹，也是坐芳船到豆腐角，也是乌岩角，那享受清凉，买使好好晒日头。不用到国外去，到台湾，到我们苏澳到东澳这一段就够了。尤其是像乌岩角，这是中央山脉起点，都要坐渔船啊，也是过独木船才会到。唔来使欣赏到壮阔的山海景观，嘛使做一寡刺激的海上行程。啊，若是讲露营，佫会使欣赏到出日甲黄昏的美景。热日时啊，不妨安排一段清凉的海洋旅行。